国防部今仔日再公布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海资讯，而且中国国防部是强调根本就无海峡中线。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海峡中线是双方遐侪年来拢互相知的，若准唔承认者，未来是无抽提空间，对地区会造成更较大的压力。学者也分析讲，是军兵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台海现状，限制台湾的反应时间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。两岸局势紧张，中国国防部阁一概讲，台海海峡中线无存在，而且用中国军机扰乱台湾。咱国国防部7月发布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，其中下过海峡中线的有3架，中国军舰有6架。针对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的次数是逐年咧提悬，而且常态化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讲出这个严重性。不承认有的话，那将来这个等于是没有缓冲余地啊，可能会对地区造成更大压力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方考虑了。中国外交甲国防系统几下届表态，讲海峡中线无存在，台海中线是一条无形的界线，大部分是讲美国在1950年代向中华民国政府建议划定的。中国军方过去有捌下过，不过一直到两岸恶化。2019年2架歼12飞过中线，对台湾军事合作的强度达到1996年飞弹危机的程度。2020年，中国外交部头一届公开表态，否定海峡中线的存在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访问台湾，中国军方大动作发动伟大的军演，大批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，彻底拍破两岸的平静。我们空军以前往往需要用一些海峡的一些部分空域来做训练。那么当他们跨越的时候，坦白讲，对我们空军的训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。特别跨越中线，可是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国际上，特别是西方为主的国家，那么越来越对于所谓的这个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强调呢，越来越高。学者分析，习近平就任了后，提升中国军机的战略，想要改变台海的现状。台海若失去海峡中线的缓冲区，会限缩咱国空军训练的空隙，压缩空防反应的时间。不过，美国拢有咧注意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。新就任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，前日甲德国外交处长巴吉通话，唔但讲到乌克兰中东的现况，嘛关心台海的情势。We think that America's cred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upholding our commitments to our allies is well established, and it'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over decades. 坎贝尔甲巴吉拢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另外，坎贝尔嘛甲拜访华府的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咧见面，讲到美韩同盟加做维护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